台语文千万字，逐工要甲大家做伙来拜一日。较早一首歌歌名是《尖线情》，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字尖，尖就是天生的家私，像咱讲尖线、尖子。另外嘛，当讲是算注射的单位，像讲注几尖、填几尖。另外用物件甲人拄，或者是挖坑互人跳，嘛会当讲你莫甲我尖。还佫有像尖的物件，咱讲秒尖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两个词。头一个咱看到就是目尖，嘛有人讲是目狗尖。目含四颗位啊，因为生油脱掉咧，引起到细菌感染的症头，这就是生目尖。第二个词跳尖，本来意思是讲曲盘的尖跳起，引起一直放送同款的歌，或者是点起，落尾用来讲人讲话时无线拍，头前甲后壁对袂起来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甲做伙。譬如讲，伊一个生目尖上台讲话就足紧张，讲话开始跳尖。今仔日小解这一字尖，提供予大家来参考。